遇貴金屬投資靈活，真正實力從來不是紙上談兵，而是真金白銀的市場較量。今明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經已全面展開。作為核心主賽道的盈利大師賽，以累計淨值高低作為排名準則，重點衡量參賽者對行情的判斷能力及創造回報的水平，為全球交易者搭建一個展示交易智慧、驗證投資體系的專業競技平台。獎金安排方面，盈利大師賽冠軍獨得2萬美元現金大獎，亞軍及季軍分別獲1.5萬美元、1萬美元現金獎賞。現金獎勵覆蓋頭100名參賽者，頭3名參賽者可獲頒專屬稱號資格及電子證書，排名頭10位可直接晉級年度總決賽，向豐厚獎池與更高榮譽進發。除盈利大師賽外，今屆爭霸賽同步開設勝率達人榜賽道，以交易勝率作排名，嘉許風控穩健、操作精準的投資者。兩大榜單獎項可同時獲取，全面認可不同風格的交易高手。另外設有完成任務抽金幣活動、大量 WOF 金幣等大家乖分。作為貴金屬行業極具影響力的實戰賽事，今明中國實盤爭霸賽自開辦以來，一直秉持高額獎金、真倉實戰的辦賽理念。所有參賽者均以真實賬戶參賽，交易直接連接國際貴金屬市場，每一筆開倉、平倉，每一次盈虧波動，均經真實行情考驗。這種真刀真槍的競賽模式，不單令賽果更具含金量，亦讓參賽者在角逐榮譽之餘，切實磨練自身交易技巧。不論你是縱橫市場多年的資深交易者，還是希望驗證交易策略的投資新準，這場實盤對決都值得全力以赴。現時報名通道已經開放，貴金屬市場等候交易王者誕生。